新地有一个日本海军第6舰鸟厂，是台湾少数为二战时期保存较大的工业遗迹。这个厂区内底有一支60公尺高的大烟筒，伫咧当年的4月份到9月份会去饮生模夜婆来遮探景。台湾夜婆协会拜6早起是带民众来认捌生模夜婆，佮互大家体验饲夜婆的诱景。看它的舌头吗？它的舌头，它有伸出来吗？对啊，它刚刚有伸出来。用蛇筒一滴一滴豆豆啊饲夜婆的幼囝，另外一边搁较细只的，就爱甲塞下糖用水洗好清去了后，再用汤汁来饲。真侪民众头一摆饲夜婆食饭，感觉真趣味。经过老师的介绍，真趣味啊，也会使亲自然后家己来喂食这个蝙蝠，啊，真趣味啦。啊，嘛是头一届。因为这六染的关系，然后才知道大展亚公家有双毛蝠，渐渐的大了解原来蝙蝠的生态。它有很厉害的翅膀，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大拇指，所以呢，当你一旦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么可爱的小生物的时候，你就会打开你的眼前的一扇视野，然后你就会知道说，哇，原来蝙蝠是这么可爱，而且它是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环境是很有帮助，因为它一天可以吃掉800只蚊子呢。台湾夜婆协会指出，当年4月份到9月份，有不少生模夜婆会去到新竹的日本海军第6蓝鸟厂大烟筒港遮探景。去年总数量有500多只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要挖300只。协会也呼吁大家经过附近的时，唔通去搅了因的生活，以免去影响到生模夜婆生团。他们的栖所，就他们睡觉的地方，那地方是不太能承受大量干扰，所以大家如果在经过蝙蝠屋，或者在经过像是我们已经知道六然这个厂房这边是有蝙蝠族群的，那我们就不要去大声喧哗，或者是不要去刺探，不要去想要去观察这些蝙蝠的栖所，这样对，因为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干扰。专家也提醒民众，即马当是生模夜婆探景的季节，若是伫附近捡到夜婆幼囝，一定要通知当地保育团体，也是打1999电话，交互专业的团队来协助照顾处理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